哈，刚刚上一讨论节目讨论到，其实六桂经过3年嘅在迄个重建哈，然后已经起航起来哈，也大概松树分养我啲游客落来了比老了哈，因为呀，头下区长讲，交通路线呢，太铁路全部已经基本上都完工嘅，所以落来部内温产啊，不落温产啊，哈，都唔係常態問題哈，所以呢部分呢，一本電視劇嘅觀眾朋友都要了解啦哈。咁講我想請教下問小姐是講，用呢早先咱來看到呢六季哈，因為出睇嘅實驗環境非常好以外哈，還有哪啲係叫做當好嘅優點哈，叫做好好來重視的，還有講哪啲部分係叫做缺點哈是有咧改進嘅，唔好講你話路通咧，依他落來時間可能用心聽聽哦，係咪冇落去，那是當打爽嚟啦哈，所以後面針對呢部分呢就要建議。18路很散繞，歸王爺乜嘅又醬哦，又醬我打張眼哈，就喺台六一邊啦哈，台六跟乜嘅桂林甲天下又乜嘅咧？你哋青醬呢？我諗講。你有形塑出来不人向往，来看，哇哦，来看一下那个乜个，那个18罗汉山，哇塞，也有，好像到了仙人天境，哈，你那无我茶会呀、在那上面办才有那个意义，你知道吗？真的，所以我的意思说，我唯一今天我特别的感受就是沿路来，我看了18罗汉山。我是很有感触。欢迎那个文小姐讲那个新疆18罗汉山哈，一片看山哦，非常非常的正，一片看到去哦，河巴沙沙的动态青哦，行的这条路呢是台27线甲了哈，台27甲线了哈。目前呢还有一段这个工程还持续进行当中。当天民众讲哦，那台27线甲吼，涨了700年，都在涨慢，都是时间上涨的吼哈。谈一下那个公务总局那种的T3期永福工厂处岐山公务所的主任严敬义、严主任来讲一下，都在台27线甲哈，那样是让我涨的吼。预定的工期是13个月啦，等于1年再加1个月啦哈。那因为开工以来哈，因为这个两侧房屋的一个查估补赏的问题啦哈，还有因为两侧都是在房屋密集区嘛哈，房屋拆除的问题啦哈，所以这个房屋一直到今年100年的5月底啦哈，才全部拆除完成了哈。那拆除完成以后，工地就可以全面来赶工啦。那我们预定在等于102年了，明年春节前呢，要让它全部完工通车啦。年代是会做的好，像像他宋期长哈，年代忙做好以前哈，两时间哈，他讲的公益嘞哈，你看天时就两下来，洗温泉哈，真的很舒服哈。宝来温泉、不老温泉哈，这那个六桂乡清有名的两温泉区嘛哈，两部分两时间，应该买杜小月哈，来老恁讲，所以谈定交通的天气的恢复，打出新的通路出来。今日晚咧观光的新疆部分吼，我哋除了结合有目前的优势的部分，都今日晚我哋客家山村有几个点的部分，百年古井。跟那个西方博宫的部分做一个结合，也都係我哋南部山村的也目前的优势的部分。另外，我们会把目前我哋过年前那个所谓的景观作物，大波斯菊也会种植下去，配合这个景观，景色。然后这样子的话，规划会可以更吸引人潮进来。那当然，我哋六桂讲不止我哋18罗汉山，包括我哋彩蝶谷，要好好来规划。以前呢，靠的优势今日冇法咧，我哋呈出我哋强势的部分。所以讲，我哋要好好规划我哋彩蝶谷，因为彩蝶谷目前的跟贸管处合作的结果，准备把茂林的紫斑蝶，六龟的彩蝶谷，美浓的黄蝶谷这3蝶共建一体，把它纳入到整个一个范畴里面。相信建造起来嘅，我本游客无相同的六桂，也无相带动，也间接的或直接的影响到我哋堤防嘅生态嘅旅游品质。做开放本现场的详情哈，对于六桂体系嘅产业发展，系咪建议像卡书发言好冇？两个先生，在莫拉克台风那个当下，我们这个政府还有地方的团体、社会大众
都投入了相当大的财力、人力、时间。我们3年前从灾变的那一瞬间开始，我们就在谈观光产业如何发展，农产品如何促销，怎么样就恢复。3年之后到现在，我们还在谈这些问题。为什么？我个人感觉，我们投的这些经费，大量的经费、人力、时间，没有用在刀口上，我们把这些钱用在刀背上。政府的观念很好，10年树木，100年树人。有一句俗语啊，喂他吃鱼，不如教他钓鱼。这个想法是很好，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我还没有学会钓鱼，我已经饿死了。那么刚刚各位很多乡亲提出来很多的切身的问题呀，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把喂他吃鱼跟教他钓鱼这两者同时的去进行，这2样事情都同样的重要。所以说，我们政府单位对我们切身问题的改善建议，应该要尽速的加强去做这个工作。今天的归王祭，尤其在这种天候之下，有这样庞大的这个场面，让我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感动。这个代表什么？好的，开始。代表我们六龟有无限潜在的能量，我们可以动起来，我们有这个能力。那么为什么我们今天还是这个样子？问题在海洋城市、山区城市不同。我们不应该注重海洋城市，而忽略了山区城市。有一天你左脚很大，右脚跛了，你还是不良于行。我们建议我们的政府要两者并重，一起发展。谢谢。刚刚有讲过，就是说这观光产业哦，说真的，我参与这个泛舟的工作20多年，从老龙溪有泛舟开始，我就参与这个工作。所以说，以我这样看哈，真正讲起来是泛舟的工作是整个观光产业的一个火车头啊。因为以我的经验来讲的话，平均一个人来泛舟哈，他差不多会有3个朋友会过来啊，就是说来玩呐，或是从事其他方面的工作。一艘船有4个人嘛，对不对？对。所以说1年来讲，我评估差不多10万人次来泛舟，那相乘之下，差不多有40万的朋友哦来到我们六龟地区这个地方来玩啊，或者怎么样的。那么它所带动的产业很庞大啊，包括包括那个住宿也好啊，或者是一些农产品啊，或者是泡汤这些工作都可以很顺利的给推动。要不然呢只是办某一个啊，不管是彩蝶或者怎么样的那个活动我认为只是好像有点单兵作战一样啊。所以说在这一方面呢我希望区长这边也听到我讲话，我是中心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啊。那么区长呢在有一些场合的话，能够在我们这个泛舟这个工作方面呢多加思索一下，推动这个产业。大家都讲说我们18罗汉山很漂亮，但是我是觉得我们那个6个隧道也不要忘记，因为我们6个隧道是曾经是我们六龟到高雄唯一的交通要道。那后来有了外环道路，所以它才退居后面。所以，但是我们现在虽然有外环道了，但是我们那个山洞，我觉得可以整修一下，让游客进来可以去践行、去探险。俺六龟一边规划的地方，一边客家生活规划，一天俺来带动到观光，俺的产业，我们的产业，客家有办法销出去嘛？哈。冇客家生产，真做，结果俺的东西都销唔出去。俺的前路贴这个关冇办法出去，我来金钱也冇办法入来。我希望我加用我机会希望连电视媒体，希望俺的区长，能够把我们带动出来，把我们的产业都能够带出去，让台湾全省。让全世界都知道，我们六龟是一个很好的地方，生产了很多农产品，他们的农产品不浪费，都能够销出去。因为政府现在都在推动产业重建，那我们六龟呢是一个农业，差不多农业人口有70%以上都是农业人口嘛。
那我们的产业重建，我们也是很辛苦。我们一般下面我们这些算是小农啊，重建到现在，好像在我们这个乡下好像都没有听到些什么啦。因为我出去的话吼，那个其他的区域吼，像那个澄清湖的那个物产馆，都有很多区域的人都已经政府都有通知他们去那边摆展售啊。所以你在澄清湖特产馆没有看到六龟的这个摊位就对了。没有六龟，而且我们在六龟的话，我们也没有接到什么讯息。哦，是，是不是我们六龟资讯不够，还是怎么样？我都没有接到讯息，公部门也没有通知什么。好。我希望我们既然是政府鼓励产业重建，那就我们只会种，我们不会行销。希望能够呢，政府呢多多帮我们行销。好，那我们请台上来宾一并做回应好了哈。那我想先请教我们的这个黄科长好了哈。其实大家对于这个老农溪是有很多这个非常喜爱，但是也很害怕哈。就是说，在这个疏浚方面，或者说在这个河川整治管理方面，那七河局未来还会怎么样来跟我们的这个乡民一起度过未来的岁月哈？因为譬如说，现在整个重建已经到了一个段落嘛哈，将来的强度疏浚强度可能会恢复到一般了哈。那等于说，这个未来的工作项目和重点是什么？是不是跟乡亲做个报告？谢谢。我想我刚才一直有谈到莫拉克过了3年在老龙区疏浚大概说真的大概有3300万方左右啦。那个数量你可以稍微去思考一天大概平均高屏溪这样最深的时间大概有4000个车次在高屏溪里面跑。不过经过我们高雄市政府、屏东县政府跟七河局的努力，这几年应该可以看到一些成果，譬如说。610泰利台风，我想河里面河道还算蛮安全的啦那我想我们未来，我们疏浚的业务方面，我们会慢慢回归到常态。如果现在的防洪需求 OK 的话，我们会慢慢回归到常态。那水利署河川局这边，只要跟地方政府的观光有帮助的话，防洪我们一定会全力来配合施作。那是不是我先做这样的回应？好，谢谢。好，那个先请这个问小鸡猴嘞哈，最后我们把机会留给区长哈。台华有相信讲，3年前讲的迄发展观光哈，农产来打开通路。3年后讲的很强弱的问题哦，到底那3年就进步了，没进步来讲进步的步伐不够大家的期待，赶不上大家的期待哈。人家部分因为出现这么大的落差哈。该整件的问题的症结点可能喺度某个地方。我们六龟有这么多好了人文化地产景，这些呢是我们的特色哦。我们还连到美浓我们2天1夜、3天2夜在边玩耍来欣赏那个无我茶会在18罗汉山之后，我们还要到美浓。就像刚刚区长讲的，美浓每年有那个黄蝶谷季啊、云林紫斑蝶季那这里是。要新推出彩蝶谷那我们串起来，那不是又另外一个更棒的一个吗？但是我觉得行动很重要，行动很重要。好，以上建议。好，行动力非常的重要啊！像我请教最后请教你区长是讲，当然啦，3年的时间经过的那种高雄淹湿的征兵啦所以变讲可能俩征兵过长以后，要讲征兵过后呢，伊就民众因为讲他3度的乡镇吃到感受到政府的关爱的眼神上面其实吃到因为有落差啦两部分还没真正有影响到你六规个产业的重建，也係講其實兩部分並冇政策，該未來嘅工作會持續過做，因為重建有分階段性嘛可能3年下集團短期的未來嘅中期、長期嘅重建工作會喺物界喺咪請恁嘅六規個迄個中期照一邊來回應。唔能咱靠政府部門有相關啊去搞改變冇？我從我哋木瓜位呢縣社會成功嘅經驗，我係講講以上嘅改變，用嘅改變，包括撒農藥嘅方式，包括種嘅方式，包括行銷嘅方式，可能基層嘅農民冇按到安尼農業嘅技術來改變嘛嘅，唔講啊，像我介國語報告，安尼農民
七甲可以透过教育，可以透过学习，比如讲，俺哋了解萝卜有哪个资讯，俺哋冇做到诶，你们甚至可以站在一个监督角的立场，督促我们机工所。当然有得必要，俺哋要提供所提供的资讯，俺哋要责成俺哋农业科好来组成相关必要的资讯。安尼之前安尼俺哋上前有讲过一个部分，因为资讯码个都唔低，哦，那变啦一个沟通平台都团起来。啊，相对来讲啊，是不是这个行销手法，农民的身上的部分，这可以透过农会产销的部分来做一个结合，因为农会毕竟是一个大宗，它可以辅导你，可以卖到一个更好的价钱。那当然可以利用你们个人的，比如说网络上的一个行销，亚洲的，所以讲可以透过某相同的做法来改变一家。我意思讲啊，你的视野。你的角度也要做法，首先睇你向改变，唔係講出一天我要求人改變，偏而應改變的時間，切個喺度冇進步啊吼，相對嘅你會在原地上踏步。啊，連農村再生計劃部分，馬總統，之前有提到過4000個社區1500萬，我們六龜社區已經頭一個拿到第一個計劃案了，1年1000萬的計劃即將要執行。啊，你看到人哋改變嘅做法嘅，所以相對嘅，期望人哋沙期嘅部分出現統一啦。1年1000萬，這不是小數目，可以幫我們公部門節省很多公帑，也可以為你們地方的大小事情做很多的規劃跟設計。所以說，即將我們所承辦的，就是一個成功的一個經驗分享會。我希望透過這個經驗分享，然後慢慢的幫助各個社區改變自己，改變社團，改變力，甚至於改變我哋六龜，跟我哋六龜，雲社隨意，帶隨意。像真正的進步係來自改變啦，一種改變像頭下其中講，唔單止來自公部門嘅改變，當然可能來自你民間社團社區嘅改變。因為改變係透過學習。透過成功，透過有持續延續嘅一種大家人年輕嘅共識大變來做，在喺個重建有階段性嘅，像3年過去以後呢，可能一種體現呢一種救災救急嘅一種資源，會慢慢推提去，存下來說採貼居民一樣把人企穩腳步來當建呢個成功吼，這樣辦法行出公民嘅未來。我也希望講，聽到咧台27個縣呢，都年代正經全縣那種暢通無阻以後呢，所以帶帶你六龜嘅鄉親，迎向一個新嘅未來、新嘅前途。我想今日喺村民大會有一擺來到六龜，看到既然其實是看到吼，六龜有改變啦吼。我想你改變一出嚟，電視機頭前觀眾朋友共同來感受。以上係今日嘅村民大會感謝嘅收看，下禮拜請其他時間持續收聽村民大會，希望大家下次再會，謝謝。